不及了啦！彤彤姐姐，你怎么都没叫我啊？哎呀，亮亮，我刚刚就叫过你啦！来，赶快刷牙洗脸。来，牙刷、牙膏还有面趴，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亮亮，你拿错了啦！满嘴都是泡泡啊！好了，我竟然拿洗面乳来刷牙。哎，亮亮，下次不要再贪睡了，要不然就会像今天这样紧张的手忙脚乱哦。哎呦，好乱哦！牙刷的牙刷，牙刷的牙刷。哦，亮亮，你慢多嘞。对不起，彤彤姐姐，我睡过头了。啊，那你东西有没有忘记带啊？啊，糟了，我的牙刷哎！牙膏、牙膏、牙膏、牙膏。彤彤姐姐，我想要买青苹果口味的牙膏。啊，可是家里的牙膏还没有用完呢。那我要每天刷牙，赶快把它用完，就可以去买新的了。面趴、毛巾、面趴、毛巾。亮亮，你今天有没有用面趴洗脸呢？我的面趴脏掉了，所以今天没洗脸。哎呀！牙刷、牙膏、面趴，早上起床都要刷牙洗脸，才是有好的卫生习惯哦。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！张磊了。